NCC 今仔日甲电信业者台湾之星处罚，针对着台湾之星的8间客户业者办24000个电话号码，结果被互中国诈骗集团使用，甚至也发现讲这洗出来员工和犯罪集团有交结，依照电信法会加重处罚，甲这台湾之星罚1600万，伊也创下这电信财阀高一案上界悬的罚金。顶礼拜因为台湾之星的职员协助转移门号 ，NCC 甲罚100万，不过对早的日头并无减弱。NCC 经去检警刑案侦办，甲家己做行政调查，发现细路的嫌犯，甲2个共党的做伙成立8间公司，而且正做台湾之星的企业客户，申办大量的门号，结果转卖予中国的犯罪集团做诈骗，甚至连台湾的民众甲公益团体拢受害。以电信法加重裁罚，拢总加罚1600万。8家企业申办大量门号，那因为台湾之星没有落实它的会依营运计划来查核用户身份，我们来做裁处。根据检警调查，这8间企业客户拢总申办24000支号码，若是以每一个门号2000块不等的金额来算，不法的所得是真惊人。检警还阁发现讲，台湾之星洗出的员工涉嫌甲犯罪集团交结，教因安怎闪过公司控管的机制，来买到大量的门号。因为其职务是熟悉整个申办门号的业务，当然会教导怎么来规避整个门号申请的内部风控机制。法务部有要求台高检署那整个相关的执法单位，整个所有的力量共同打击犯罪尤其是诈骗集团一定要向上溯源能够扣押他的犯罪所得。法务部强调讲，诈骗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违法转卖门号予犯罪集团使用。加州各类司法单位加强抓诈骗的重点，透过高检署的拍拼，包括高雄甲新北等地检署，拢有侦办类似转卖门号的案件。根据了解 ，NCC 手头还有台湾之星内部其他的案件，嘛会进行行政调查，而且参考检警侦查的作为，才阁做裁罚。记者综合报道。